各位聽眾朋友，你哋好，歡迎收聽第一集玄學有得傾。今日我哋傾下一個話題，可能你日日夜夜都會諗，又或者曾經都希望可以發生嘅，就係點樣可以發達，甚至係財務自由呢？又或者你可能睇運程書，佢入邊都會經常講話，你今年可能係你嘅大運年啦，你可以去搏下。又或者佢會話你今年流年不利，千祈唔好去搏或者亂投資。咁究竟乜嘢係大運呢？點解有人會成日中六合彩、二獎、三獎，有人就做乜都蝕？究竟命運真係可以睇到，定還是純粹係心理作用呢？今日我哋就用一個好輕鬆嘅角度去拆解一下，究竟發達啊、財務自由同大運背後嘅一個玄學邏輯。唔講一啲深奧嘅術語，只係希望你聽得明、用得着嘅貼地分析。首先，我哋要搞清楚一件事，就係究竟乜嘢係大運呢？大運其實唔係話你中六合彩啊，又或者你突然間繼承咗屋企人嘅遺產啊。喺玄學入邊，其實大運呢就係指你喺一段時間入邊呢個整體嘅運勢走向，可能係包括你嘅事業啊、財運啊、人際關係啊，甚至係健康咁樣。簡單啲講，就其實好似你一部手機咁樣，有陣時你就係信號爆棚，有陣時就係成日冇服務。咁而家其實嗰個社會壓力咁大，樓價咁貴，人工又追唔上通脹，咁大家其實都會諗點樣可以轉運呢？尤其係喺年尾，成日都會見到人哋去黃大仙，可能上下頭炷香啊，去車公廟轉下風車啊，又或者去北帝廟啊，求下財富啊。咁其實呢啲行為係迷信，定還是其實係你心入邊嘅一個信念？你覺得做咗呢啲儀式，你嘅心入邊就會踏實啲呢？咁個問題係點樣先算係行大運呢？係咪真係可以有方法去預測得到呢？好多朋友可能一聽到玄學就會諗八字啊、紫微斗數啊、面相啊、手相啊，甚至係奇門遁甲啊、鐵板神算。但其實就算你唔識得睇命盤，你都可以透過以下嘅幾個方法，可以觀察下自己其實係咪行緊大運。第一，好明顯嘅，睇下你機會多唔多。行緊大運嘅人，佢唔一定係要成日中獎，但係機會咧係會自動送上門。例如係你可能突然間話，我想轉工啊，你個朋友就會話，咦，我識得有個朋友佢公司請人喎，你可以試下喎啊嘛，唔係你專登要去揾嗰樣嘢，但係就係咁以你隨口講下，就會有人可能係俾咗一個機會你，甚至係你揾工，你冇去刻意諗住係要揾高過你而家公司嘅人工，但係就偏偏你見完工之後，對方好滿意你，願意再出更高嘅人工去請你，咁你可能話，咁啱得咁巧啫。但係其實我哋個人生入邊就係你呢個係你自己嘅氣場同一個環境共振所得出嚟嘅一個好結果嚟嘅。第二就係睇下你決策準唔準啦。行緊大運嘅人呢，你係會有一種莫名其妙嘅直覺。總之我就係要咁樣做，我覺得咁樣做就係啱噶啦。結果你真係咁樣做呢，個出到嚟個效果係出乎意表咁好啦咁樣。第三就係睇你個人緣順唔順啦，因為財運其實好大程度上係由人緣所帶動嘅。行緊大運嘅人，就算你唔主動咧，都會係有人會幫你啊，俾資源你啊。你真係諗下，隨口咁樣講下，就會有人自動將嗰樣嘢送上門咁樣噶。咁喺玄學嘅角度，其實呢個就係貴人運強所得出嚟嘅一個結果嚟嘅。咁喺八字入邊就係有一個叫天月貴人星，佢亦都係代表咗呢一樣就係、如果你係命中帶天月貴人嘅話，其實就係當你一做緊嘢，想揾解決辦法嘅時候咧，自然會有個貴人出嚟係幫你嘅。咁所以如果以上三樣嘢你都中晒嘅話，其實你已經係
默默地行緊大運噶啦，但係你可能自己唔覺啦。講到話發達啊，又或者財務自由，好多人都以為係要等財神到先叫做有得發，但其實喺個命盤入邊，就算你財星高照，但係你每日都瞓到黃朝白晏，唔敢去 take risk 嘅話，其實又唔肯去學新嘅技能，你一樣係發唔到嘅。玄學最緊要嘅唔係啲咩預言，而係嗰個時機，就好似打波咁樣。你就算技術幾咁好，如果射波嗰一刻個時機唔啱，你一樣係射唔入波。咁大運其實就係幫你去睇準一個叫最佳射門時機啦。舉個例就係，例如你個命盤話俾你聽，你呢10年係行緊偏財運最旺嘅時候，咁你就要喺呢段時間，其實真係要大膽去創業啊，去搞下副業啊。但係如果你話要等到10年之後你先去行動嘅話咧，其實你已經係白白地錯過咗呢一個嘅黃金期。所以個關鍵係，其實你而家係咪處於一個可以行動嘅狀態，定還是你係仲係停留緊係諗緊嘅狀態呢？即係講咗咁耐，可能你都會問，如果我而家個運勢麻麻地，咁點算呢？玄學唔係宿命論，而係一個趨吉避凶嘅工具。就算你而家唔係行緊大運，你都可以透過幾個方法去提升自己嗰個叫運氣、接受氣。第一就係斷捨離，但好多人都會誤會咗斷捨離，以為係你就咁眼見嗰樣嘢清走去咪得咯。但真正嘅斷捨離係，例如就係你打開個衣櫃，你係將衣櫃入邊嘅所有衫攞晒出嚟清一次。嗰種清係你可能上年已經冇攞嗰一季嘅衫出嚟着，就真係麻煩你清走去啦。呢啲先係叫真真正正嘅斷捨離，係要真係要攞出嚟抹乾淨晒，檢查一次啊，咁樣去清理咯，就唔係話表面上係咁意，就係見到乜就抹下啲乜嘢啊嗰一種啦，係一種好深層嘅斷捨離清潔。第二就係要守住你嗰個情緒頻率啦。例如係你怨氣重啦，又或者你成日 hea 啦，咁都係令到你一個能量係會嚟越低咁樣。尤其是而家其實每一日都有好多負面嘅新聞會佔大多數嘅。咁如果你繼續俾呢啲負面嘅新聞去帶動你全日嘅情緒，你就會更加令到你嗰個好運接收器就會越嚟越弱啦。唔係話你唔可以有情緒，但係你要識得喺睇到呢啲負面新聞之後，要識得即刻轉念咯，唔好俾件事帶住你去走啦。因為你日日可能你每一個鐘頭你碌下手機咁樣，你見到啲好多都係啲負面嘢啊咁樣，咁上個鐘頭你就俾呢件事嗰個情緒帶動住你自己啦，已經情緒低低地噶啦。咁你跟住第二個鐘頭，你又俾另外一件負面嘅事去帶動你個情緒再低啲啊！哇，你日日24小時都係咁樣做嘅話，其實你嗰個情緒係真係覺得話呢個世界好似樣樣嘢都好負面，你睇唔到有一樣正面嘅嘢出現。咁所以千祈唔好俾件事帶住你個情緒去走。例如可能你蝕咗錢，你唔好成日諗就，點解我咁蠢噶，咁黐線噶，咁都會蝕噶，而係問究竟係呢件事我學到啲乜嘢咧？我下次點樣可以去避免佢咧？即係唔好喺呢件事度無限 loop 啊！或者我真係好蠢啊！上次我真係咁樣做錯咗，又會點點點啊咁個，即係過咗去，你學到即係學到嗰個教訓就算啦咁個，就下件事咧，即係人係要向前望嘅，唔好成日就喺度回顧翻自己。如果你不斷回顧翻自己以往所發生嘅一啲錯事嘅話，可能你真係冇喺當中學到嘅嘢，所以你到今時今日都仲喺度無限重複發生緊同一個模式嘅。第三就係做一啲小儀式去建立翻你嗰個信心啦，唔係話叫你成日去拜神啊，但係你可以係每一日做一啲叫做小儀式，例如係你朝頭早起身，你可能沖一杯你認為嘅能量飲品，可能係一杯花茶、薑茶、蜜糖水啊，甚至係你中意飲嘅咖啡啊，或都可以嘅。其實係要令到你嗰個心情keep住喺一個
唔好話高能量嘅狀態啦，係一個正常嘅頻率狀態啦。咁出門前可能你又望下塊鏡，對自己笑一笑啦咁啊，即係好多人可能每一日都未必係認認真真去望過下自己個樣嘅啊嘛。咁出門嘅時候，咁你除咗笑，你又可以帶一件自己中意嘅飾物啦。即係你見到自己中意嘅飾物喺身上咧，其實你都會有一種好似安全感啊，或者開心咁樣嘅。即係唔好睇呢啲覺得好似好小事，但係其實你長遠咁樣做落去咧，係會改變到你嗰個心態同埋你嘅行為模式嘅。記住，玄學唔係等運到，而係你準備好自己，時來運到嘅時候，你識得捉得住。真正嘅大運係穩中求成，並唔係豪賭一鋪。如果你份工都未穩陣嘅話，就唔好諗住一夜暴富啦。如果你連基本嘅理財都未搞掂嘅話，就唔好跟風去玩啲咩期權啊、投資啊咁啊。玄學最忌兩樣嘢，一就係貪心，二就係急躁。所以，與其你成日去追住就係，我幾時可以財務自由啊？幾時發達啊？不如你問下自己而家嘅根基穩唔穩啊？總括一句就係，其實發達唔係我哋玄學最終嘅目標，活得自由自在先係。大運唔係一個天跌落嚟嘅禮物，而係你準備好、行動對、心態正，自然吸翻嚟嘅一個好嘅結果嚟嘅。命運其實就係你同宇宙又或者個天嘅之間一種合作關係。你努力，個天就會幫你；你放棄，個天都唔會幫你。所以唔好成日問就係，究竟我幾時先可以發達，甚至係財務自由？不如問下自己，我今日可以做啲乜嘢，距離我嘅目標更加近。最後送俾大家一句我好中意嘅說話：幸運係因為機會嚟到嘅時候，你已經準備好。今集我哋就傾到呢一度。如果你都覺得呢一集對你有任何嘅幫助嘅話，歡迎你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等佢同你一齊行好運。下集我哋會傾事業運。記得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 玄學有得傾，我係呢個節目嘅主持人 Christy， 祝大家日日行好運，月月有進賬，年年追夢神，拜拜。